3月14日星期六，今日嘅聖經金句係取自路加福音。耶穌用法利賽人和稅吏說了一個比喻。法利賽人驕傲自大，而稅吏自知有愧。耶穌告訴人們說，這個稅吏下去回家，已成為正義的了，而另一個卻沒有。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，但那謙卑自下的必被高舉。反省，耶穌以自己嘅言行向宗徒同埋跟隨嘅人示範咗自己係謙卑嘅，係服侍他人嘅嗰一位，並且因為咁樣去教訓眾人要謙卑自下先至好。我哋諗一諗，拒絕接受耶穌最大嘅原因包括啲乜嘢呢？分享說明一下。點解自高嘅必降為卑，謙卑自下嘅呢就必被高舉呢？分享一下你嘅理解。祈禱意向，求上主垂憐，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引領我哋從生活中實現謙卑自下嘅良好德行，為更多有需要嘅人服務。感謝佢。行動回應，閱讀今日福音嘅全部內容之後，睇下自己有冇違反謙卑自下嘅表現，如果有，要悔改同辦告解。